哇，宝贝，你为什么要叫我？怎么办？我在干嘛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啊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！不用解啦，不看啦。你说不要玩的那么过分。我知道我不要担任一日店长这个重要的职责，在服务客人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去做。那我们会互相给对方指令，那如果拒绝指令的人没有，就会接受严重的惩罚。先入座。来，这边先入座。好，谢谢。你要想看什么婚纱？你们想看怎么样的婚纱？比较复古一点的。我现在开始替你们介绍你刚讲的说那个喜欢的婚纱，这个是黑色的，拍照起来饱和度很高，然后绝对适合你的。黑色不喜欢，这应该也 OK。这花纹不太喜欢，花纹不太，这个复古式的，花色看起来也是有点老气。这个复古式的，说真的很好看，不信我穿给你看不。相信的话，我穿给你看好了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好 DJ 哦，哎，你看，喜欢吗？你看。刚刚那对新人呢，明显是受不了我爸的服务，他们已经挑到喜欢的婚纱在里面试穿，然后现在那个男生在外面等，要请我爸出去跟他们谈话。挑到婚纱了？有挑到，他试穿了。今年准备要结婚了。预计对，先拍。恭喜恭喜！宝宝，你现在呢就劝他们不要结婚。我还是觉得哈，还是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呢。你就谈以后啊，我现在只是还没有结婚，还有机会。那有小孩以后，经济压力什么都一起来。一个人的话，想去哪里就哪里。你看多一个伴哈，就不一样了。像我这样子的话，就大改变我的人生。像我变成感情智商，可是因为我们平常都住在一起啊。现在都已经住在一起了，那这样子更好，住在一起就好了，干嘛要结婚呢？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单身好，单身好，单身妙。想去哪玩去哪玩，想去哪玩就哪玩，想跟谁好就跟谁好，不怕头上会长草。哇，漂亮呢！好看哦。拍一下。啊，这点早间那个我助理管理啦。这就是结婚的下场啊！真的是，你真的实在是。我刚刚回来了，爸爸，你刚刚真的很配合哎。接下来是我啦，等一下的指令呢会是我助理来跟我说。那今天你们想要挑什么样式的婚纱呢？我是想要比较浮夸一点的，就是那种拖尾很长，然后颜色比较亮一点，比较香槟金的感觉。我也是亮黄色，蛮好看，大黄蜂一样。是不是可以？好，帮你们做一下记录，我先那个这边登记一下哈。那他们想要走什么风格？边跟客人讲话一边呕吐。我想好给你看。应该是红色吧？你真的不用去。我可以，我这边帮你们登记下来，然后后续帮你们做。帮你倒杯水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有水，自己有抽水。送客的时候应该是蓝色吧？叫他宝贝。哇，宝贝，你为什么要叫我？怎么办？我在干嘛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啊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！不用解啦，不看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们。人啊，你说不要玩的那么过分。在整你啦！既然他出去买东西了，然后他刚刚疯狂的整他爸爸，所以我们是时候要给他一个教训。我们等一下会整他，让他变成你们的第三者，然后你们就会因为积压而分手，大吵架。要干嘛？你要打那种？我看情绪到哪里。戴下你们的眼镜哦，拜托你们。没事啦，二整啦，没事啦，二整，很凶哎。有啊，我吓到了。